係做 keyboard 啦，因為 just 你可以即係自己用咁樣去按個掣。哦，OK。而家開咗，而家未開。應該可以開嘅。Just want to make sure 佢係 turn 到 on 下。個 Y shot 幾好呢個。OK 啊。幾多錢決定？係啊，得睇你做咗未啊？你使唔使做啲啊？係咯，有個，你坐啊，唔好咁危險啦，好唔好啊？未有危險，冇危險。
hymnal service is about to begin. May I kindly remind everyone with your phones, please put it on silent. During the service, at the end of the readings, please follow the order of service, and at the end of each reading, please say, Thanks be to God. 了憐愛太夫人嘅安息禮拜即將開始，請大家將自己嘅手提電話轉向靜音或者關掉，多謝各位。喺儀式進行嘅期間，請大家留意自己手上面嘅 order of service 嘅小冊子，入邊喺個讀經完畢之後，請大家一齊感謝上主，多謝各位。而家請大家起立 ，Please rise if you're able to welcome the officiants. Thank you. 耶穌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凡活着信我的，必永遠不死。耶穌亦都話：你們心裏不要憂愁，你們信上帝，也當信我。在我父嘅家裏有許多住處，若是沒有，我就早已告訴你們了。我去，原是為你們預備地方去。我若去為你們預備了地方，就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裏去。我在那裏，叫你們也在那裏。保羅說：因為我深信，無論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權的，是有能的，是現在的事，是將來的事，是高處的，是低處的，是凡是別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們與上帝的愛隔絕。這愛是在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裏的。我哋要祈禱。安慰人心嘅上帝啊，在主永恆不變嘅愛同慈悲中，主將黑暗死亡轉化為有生命嘅黎明。求主在你子民嘅苦痛中顯出恩慈，在悲痛黑暗中提升我哋，作我哋嘅避難所和力量，引領我哋到主平安和真光嘅跟前。聖子我主耶穌基督為我哋受死，克勝死亡，復活後更恢復了生命。願我哋能誠懇地在人生旅程中前行迎向主，並在離世後與我哋嘅兄弟姊妹重逢，在那裏每一顆嘅眼淚都會被抹去。是賴我主耶穌基督而求。阿門。現在詩歌嘅時間，奇妙恩典歌。我
個係喺詩篇23篇，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他使我的靈魂甦醒，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頭，我的福杯滿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這是上主的道。感謝上主。現在心靈回顧，請廖漢明先生。各位親友、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我懷着不捨，但也懷着感恩嘅心，喺呢度追念我親愛嘅母親苗憐愛。如果要用一句話嚟形容母親嘅一生，我就會話佢嘅一生係一個蒙恩嘅人生。母親喺1930年香港出生，我嘅外祖父母都係虔誠嘅基督徒。母親喺嬰孩嘅時候呢，就已經接受洗禮，歸向基督。今天回頭睇呢，神從佢生命開始嗰一日起呢，就一直看顧同引領佢。母親年少嘅時候曾經經歷過戰亂，喺香港淪陷期間，外祖父已經係離世。由於生活艱難呢，外祖母先獨自翻去廣東省紫金縣嘅家鄉。打算若果家鄉能夠有生計嘅話呢，再翻香港接當時年僅12歲嘅母親。但母親就因為思念外祖母呢，佢竟然獨自踏上回鄉尋親之路。一個12歲嘅小女孩，冇交通工具，只有沿途向人問路。肚餓呢，就摘路邊嘅野果嚟充飢。天黑呢，就求好心嘅人收留佢喺柴房度過夜。經過3日幾艱辛嘅旅程，佢終於揾到外婆母女團聚。每當諗起呢段往事呢，我都覺得係不可思議。除咗母親天生嘅勇敢同埋堅毅之外，更俾我睇見神一路嘅保守同埋帶領。若果唔係主嘅看顧，一個12歲嘅小女孩，我點能夠平安完成呢段嘅旅程？戰後，母親又翻去香港，後來就同父親結婚，建立家庭。父親比母親呢就大30歲，而母親亦都係父親嘅第3位太太。按一般人嘅想法呢，咁樣嘅家庭關係可能係充滿咗困難同埋挑戰，但神就賜福俾母親許多嘅愛同埋祝福。父親同其他2位媽媽所生嘅兄子呢，多年嚟一直對母親都十分嘅關愛同埋尊重，彼此關係和睦。呢份嘅情誼係母親人生中珍貴嘅福氣，亦都係神恩典嘅記號。後來父親嘅生意遇到逆境，家庭經濟變得困難，母親不得不外出工作，一邊照顧家庭，一邊養育我哋這第3人。母親並冇受過好多教育，但係深深相信讀書能夠改變人生。佢常常鼓勵我哋努力學習，並且甘願犧牲佢自己，將最好嘅留給子女。為咗讓我哋有更好嘅將來，佢不惜耗盡資產，支持我哋到美國同加拿大留學。今天我同姐姐、弟弟能夠喺北美建立家庭同埋事業，背後都承載着母親無數嘅付出同埋犧牲。作為兒子，每當諗到呢度，我心裏都充滿感恩。感謝母親對我哋無條件嘅愛，
只要感謝神將一位咁樣嘅母親賜俾我哋。母親不但係愛家庭，亦都熱愛生命，喜歡交朋友，喜歡同人分享快樂。佢經常同朋友結伴去旅遊、聚會、遊船河，擁有豐富而且充實嘅生活。更加重要嘅係，佢一生信靠主耶穌，信仰係佢生命嘅根基同埋依靠。多年嚟，佢積極參與教會嘅生活，同牧者同埋弟兄姊妹建立深厚嘅情誼，亦都得到許多人嘅關愛同埋照顧。神不但喺佢年輕嘅時候保守佢，亦都係晚年嘅時候厚厚咁賜福俾佢。母親喺加拿大生活得40年，得到我同弟弟 David 嘅照顧，生活安穩無憂。90多歲嘅高齡，除咗長者常有嘅痛症之外佢並冇重大嘅疾病。佢嘅牙齒齊全，身體健康，頭腦清晰，直到人生最後嘅日子，仍然享受住神所賜嘅平安同埋恩典。最令我難忘嘅係喺佢入院沉睡前嘅1個星期內，我同弟弟仲陪伴佢一齊去食晚飯，仲享用咗我哋都喜歡嘅龍蝦同埋牛肋骨，一家人有説有笑，度過咗一個平凡但係快樂嘅晚上。當時我哋並唔知道嗰一餐竟然成為我哋最後一次共進嘅晚餐。如今諗起嚟，我心中雖然係不捨，卻更多嘅係感恩，因為神俾我哋留下咗一個充滿溫暖同歡笑嘅最後回憶。今天我哋當然捨唔得母親嘅離開，但係作為基督徒，我哋知道死亡並唔係終點。母親喺嬰孩嘅時候受洗歸主，到90多年後安息主懷，佢嘅一生始終喺神嘅恩手之中。當回顧母親嘅一生，我睇見嘅係一條恩典嘅道路。從幼年受洗歸主，到戰亂中蒙神嘅保守，從建立家庭、養育兒女，到晚年享受兒孫之福，從香港到加拿大，從地上嘅家走向天上嘅家，每一步都有神嘅引領，每一個階段都有神豐盛嘅恩典。今天我喺呢度，我要對媽媽説：親愛媽媽，謝謝你一生對我哋嘅愛，謝謝你為家庭所付出嘅一切，謝謝你留下一個愛心同埋堅毅嘅榜樣。今天我哋雖然係難捨咁送別你，但我哋相信你已經安然回到天父嘅懷抱。有一日喺主所預備嘅榮耀家鄉裏面，我哋必定能夠再次相見。願一切榮耀、頌讚同埋感謝都歸給那一位引領母親嘅天父。阿門。以下就有廖展麗芬女士為媽咪獻上一首嘅聖詩。廖女士係我媽咪一個好好嘅朋友，好關心我媽咪，多得佢今次能夠為我媽咪獻上呢一首嘅聖詩。大家好，我自從認識廖陳憐愛姊妹，知道佢係一位一生信靠主、信奉主、跟隨主，所以我今日係選耶穌領我嚟到送別我親愛嘅廖陳憐愛姊妹。而家請大家分享。
就是大得喜樂安康。無論危險，無論雲濤，全靠耶穌親手領我。耶穌領我，耶穌領我，耶穌天天親手領我。我願為主終身報恩，因蒙主恩親手領我。我願緊握因主承受，甘心樂意隨主行走。與禍與福兩般皆好，因有耶穌親手領我。都是完成一世路程，盡靠主恩完全得勝。死亡能何我不怕過，因有耶穌親手領我。耶穌領我，耶穌領我，耶穌天天親手領我。我願為主終身報恩，為蒙主恩親手領我。我願為主終身報恩，因蒙主恩親手領我。第二次嘅經課，約翰福音第14章1至6節。耶穌說：你們心裏不要憂愁，你們信神也當信我。在我父的家裏有許多住處，若是沒有，我就早已告訴你們了。我去原是為你們預備地方去。我若去為你們預備了地方，就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裏去。我在哪裏，叫你們也在那裏。我往哪裏去，你們知道，那條路你們也知道。多馬對他說：主啊，我們不知道你往哪裏去，怎麼知道那條路呢？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這是上主的道。現在係講道嘅時間。原來主耶穌基督佢嘅恩典常與我哋同在。各位，今日我好感謝天父啦，就係廖太嘅家人同埋施牧師咧一齊就係請我今日喺呢度啦，同各位係講道。想起咧係3個禮拜前，我哋喺麗宮係大家傾下偈。佢話牧師，你記得2個禮拜之後，阿 Frankie 去完邊度翻嚟，我哋一齊飲茶。佢每一次見到我都話：我要同你飲茶。廖太不但只係對我哋牧師係好尊敬、好有心，仲有一次咧，我要講俾各位聽就係話，好多年前我喺美國紐約翻嚟嘅時候，佢見到我，佢好開心。佢話：牧師你翻嚟啦？我話係啊，我翻嚟啦。佢話：你中唔中意食鴨啊？
好難整啊！我整俾你，我整鴨係好拿手㗎。我做咗牧師60幾年，未曾試過有一個教友親自要整隻鴨俾我食，所以我係好記得，因為佢咧，佢話嗱幾時幾日你同我一齊去買隻鴨，你揀隻最肥最靚嘅鴨，趕啲翻屋企整好晒之後，我打電話俾你，你嚟拎隻鴨翻屋企食。哇！我好感動，因為咧佢好尊敬我哋做牧者嘅人，同埋咧佢係好錫我哋。我知道佢亦都時時咧係同阿李士豪牧師咧係一齊飲茶。仲有一樣嘢我想講俾各位聽嘅係咧，佢好勤力參加呢個周中嘅研經班。我喺聖約翰堂嗰15年咧，我相信佢一嚟到咧，佢已經話我聽，我識得你，我識得你爸爸。哇！原來講起上嚟咧，阿廖太佢嘅丈夫就係廖五記。如果你哋識得香港嘅地理咧，喺九龍大行街同埋呢個青山道交界有一個大嘅樓面，就係寫九龍巴士公司1933年。嗰個就係廖五記起嘅，咁佢同廖五記咧就係開咗一間五金鋪，佢就因為廖五記嘅前妻咧係好早就過咗身，所以後來咧佢係做繼室。各位都知道做繼室咧係唔係一個容易嘅事，佢自己咧都係有3個兒女，一個女係 New York， 佢時時講係做律師嘅，然後有阿 Frankie 同埋阿漢南，佢哋喺呢度佢就常常都好提起佢啲兒女，佢係好驕傲，佢養大呢啲仔女咧，佢哋個個都好成才。仲有一樣嘢我想講俾各位聽啦，就係話。我識得佢咧成40幾年啦。佢參加研經班咧係好細心，好有研究。然後咧佢就轉咗去聖基督堂，就係我個第二仔，就係謝子和牧師，而家係香港嘅主教。同佢哋研經嘅時候，你會點話？阿謝牧師。20幾30年前，你爸爸研經嘅時候講呢句説話，好似同你嘅解釋唔同喎。佢記得晒喎，佢可以記得20幾30年前研經聽過啲嘢，佢就搞到我個仔咧謝子和牧師啫嘛。或者有不同嘅解法啦。你爸爸唔係咁講嘅喎。我就知道佢係真係好有心、好虔誠、好愛主，同埋好關心我哋。所以好似呢一種嘅教育咧，係俾我哋呢做牧者嘅咧，係要好小心、好細心，因為佢好愛我哋，所以我哋亦都識得點樣去愛啲教友，點樣去牧養佢哋。你諗下，有幾多人會記得個牧師食嗰粒鴨味啊？呢樣嘢我覺得一世都記得嚇。喺今日咧，因為時間嘅關係咧，就係要睇嘅家人咧，希望我哋嘅講道咧係15分鐘。如果我係基督教嘅牧師咧，好多時候喺呢個時候咧就開佈道會就講45分鐘，但係今日唔會嚇。我只係提示各位咧，就係話喺我哋一生嘅人中，我哋以乜嘢做你嘅道路？
你行緊一條咩嘅路？係電腦嘅路啊，因為 AI 嘅路啊，定因為係中國嘅古籍嘅路啦。耶穌基督話：我係道路，我係真理，我係生命。換句話説，即係話耶穌基督就係一個真理嘅道路，亦都係領我哋去到生命。耶穌基督話：你哋唔好憂愁，你哋要信我，亦都信天父上帝。我去父家裏為你哋準備地方。我相信耶穌基督咁愛我哋，愛到甚至為我哋死釘喺十字架上。佢為我哋準備嘅地方一定係好好，一定比我哋現在住嘅地方係更好。所以好多時候咧，年紀長嘅人咧就話：我而家都係等死啦咁。佢話今日咧我已經90歲加3個月，但係我唔係等死，我係相信耶穌基督為我哋準備嘅係比我哋一切生命中經過嘅係更好。耶穌話：我去為你哋準備地方，我去邊度，你哋都要去邊度，因為我要接你哋翻去我父家裏邊。耶穌基督呢啲説話都係好真理，有好多人去聽佈道會嘅時候，一聽就話：你哋係罪人，你哋罪人，冚唪罪人。但係我從來冇咁講，因為主耶穌基督一上十字架嘅時候，佢講咗幾句説話：天父啊，你赦免佢哋，因為佢哋所做嘅，佢哋係唔知道。原來耶穌基督嘅上十字架係赦免，耶穌基督佢嘅神性套咗入佢嘅人性裏面，所以喺耶穌基督嘅身上，我哋見到係100%嘅神，亦都係100%嘅人。耶穌基督係佢嘅全福音，佢將佢道放喺我哋嘅心中。當我哋領聖餐嘅時候，當我哋祈禱嘅時候，當我哋唱詩歌嘅時候，當我哋為別人代禱嘅時候，我哋就係話與耶穌基督與水交融，係一齊融化咗喺耶穌基督嘅道裏邊，讓我哋套上咗耶穌基督嘅靈性。喺我哋受洗嘅時候，主耶穌基督將佢嘅生命賜俾我哋，使我哋能夠與聖徒相通。今日各位弟兄姊妹，有咁多人嚟，我試過做過好多次嘅喪禮，不但只係90幾歲、107歲，或者有啲係70歲。有時人哋話老人家都係歸天㗎啦，好少人參加，甚至有好處嘅喪禮，就係瞓喺棺材嗰個人，佢自己嘅兒女1個2個，或者有啲兒女都費事嚟啦，同埋我3、4個人喺度。但係今日有咁多人參加，我哋頭先睇見嗰啲相片啊，廖太，你幾時見到佢都係笑緊㗎，佢生命中充滿咗喜樂，佢俾我哋嘅係微笑，佢好有信心。雖然年紀大嘅時候啊，身體開始軟弱，行路比較冇咁方便，但係佢仍然好關心我哋。仍然係時時見到我都會問：呢啲仔女點啊？阿師母點啊？佢俾人嘅關心同埋俾人嘅愛係感動到我哋，因為喺佢嘅生命裏邊有耶穌基督喺度，有耶穌基督喺度。我相信今日呢啲嚟，一方面係俾面啊漢明同阿漢南。不但只係咁樣，因為我哋感
受到陳憐愛，佢嘅名真係攞得好，又有憐憫，又有愛心，同埋天父俾佢活到97歲，呢個係一個好長壽嘅時候。所以今日咧，我就嚟緊嘅時候，我已經同師母講，師母話：你估有幾啲人嚟咧？我唔知啊，我相信都有好多人，因為佢俾我哋好多嘅關心，好多嘅愛，所以咧喺佢身上，我哋見到耶穌基督嘅關心，耶穌基督嘅愛。剛才呢位姊妹講到唱到耶穌令我好感動，因為咁嘅年歲能夠唱咁嘅歌咧，真係好難得嚇。今日我哋希望陣間喪禮完成之後，我哋一個團契嘅聚餐，我哋諗起廖陳憐愛姊妹，所以佢對研經嘅時候，佢都記性幾十年前嗰啲嘅記得，同埋佢對人嘅關心，同埋對上帝嘅信心。耶穌基督係道路，係真理，係生命。仲有啊，喺詩篇23篇，我希望每一個基督徒都會識背。耶和華係我哋嘅牧者，係我哋俾我哋一切豐盛嘅生命。我哋有危險嘅時候，佢帶我哋渡過呢個死人嘅幽谷，俾我哋喺安田水邊。佢使我哋嘅生命好豐盛，佢帶領我哋直到住在耶和華嘅殿裏。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信耶穌基督就係相信主耶穌基督，佢嘅生命係交俾我哋，喺我哋同佢一齊崇拜嘅時候，喺我哋領聖餐嘅時候，喺我哋禱告嘅時候，耶穌嘅生命進入我哋生命裏面。呢個餅，呢個酒係耶穌基督嘅生命套入到我哋嘅生命裏面，讓我哋嘅生命更豐富，讓我哋嘅生命更有發光，讓我哋生命更能夠發出熱力，將耶穌基督嘅福音傳出去。我哋一齊禱告。天父上帝，我哋感謝你喺我哋嘅朋友中，喺我哋生命裏面，你讓我哋認識廖陳憐愛姊妹，喺佢嘅身上，喺佢嘅笑容，喺佢嘅愛，我哋見到耶穌基督嘅生命彰顯出嚟。求天父讓我哋在聖徒相通嘅時候，當我哋每一次喺聖壇獻花紀念佢嘅時候，我哋都感受到耶穌基督你嘅愛，你嘅支持，你嘅帶領。禱告奉基督嘅名義求。幾多分鐘啊？我哋一同起立，一同分享另一首廖陳憐愛姊妹好喜歡嘅詩歌《耶和華是我歌》。
我哋同念使徒信經。會眾請坐下。現在係會眾禱告嘅時間。我哋要一齊禱告，我哋要祈禱全能嘅上帝，主嘅選民連結響你兒子耶穌基督奧妙嘅身體中，願你賜在天上同地上嘅教會有你嘅光明同平安。願所有在基督嘅死亡與復活中受洗嘅人都向罪惡死去，並重新得生命。也願我哋同主基督一同渡過墳墓與死亡嘅門，同享快樂嘅復活。願我哋呢啲依然在信心旅程中前行嘅，得着聖靈嘅帶領，每日都能住在聖潔同公義裏邊。願主賜給你嘅子民寬恕同平安，使我哋從罪中得潔淨，並以安靜嘅心侍奉你。願我哋將一切嘅悲傷擲於你嘅面前，在你嘅愛裏邊得到信心同安慰。願你賜勇氣同信心俾喪失親人嘅，使佢哋得到肯定嘅盼望，有上帝神聖嘅力量面對前面嘅日子，更能歡欣盼望與佢哋所愛嘅人共享永生。願主你接受廖陳憐愛姊妹在你不息嘅愛裏邊，接受佢在響你嘅憐憫嘅胸懷裏邊，並按你為你嘅子民所成就嘅恩典紀念佢。我哋一齊同讀主禱文。
都知道咧係主人家咧係家屬安排咗晚宴，如果咧係有報名參加到唔係晚宴午宴，咁咧11點半咧就會去到酒樓嗰度，咁各位都知道個地點啦，咁樣。The funeral service is about to come to an end, and on behalf of the family, I'd like to thank everyone taking time attending the service today. All your messages of support, condolences, flowers, and donations were very much appreciated. Shortly, we will begin final respects, beginning from the end of this chapel to come forward to pay your final respects, and afterwards, please return to your seats. The family will say their goodbyes, and that concludes the service here today. The family has prepared lunch reception over at Conji Wong at Highway 16 and Leslie at 11:30. After the service here, please make your way up to the restaurant. Everyone's invited and welcome. Thank you. 喺呢度咁樣講時禮拜即將結束，本人謹代表家人感謝今日提前嚟出席呢個儀式，亦都係感謝喺呢個傷痛時間對家人作出嘅支持。你哋送上嘅一切嘅鮮花、慰問、白金，家人將永記於心。稍後我哋將進行最後告別。請各位跟我同事嘅指示，由最後排開始上前，向老夫人作最後告別之後，請返回自己座位。家人將會蓋棺，然後我哋會離開呢個禮堂。之後解穢宴將會喺Conji Wong 係喺16街同 Leslie， 希望大家一齊出席。多謝各位。而家請家人上前準備。The family, please step forward to be ready.
Little Rose, please sit next to me.知咧，我即係話美國嘅嗰個妹妹呢個家姐，係家姐呢個大家姐，同媽媽講呢個大家姐，三個公。Thank you. We can close the casket. Please rise if you're able. 而家蓋棺請大家起立。今日安息禮拜完成，多謝各位一齊出席。記得就係喺個解位宴係Conji Queen 16街同埋 Leslie。Service today concludes here in the chapel. Thank you very much everybody for attending the service. Reminder, there's a lunch reception at Conji Hall and Leslie at Highway 16. Thank you.